先来做客，卖人来了，今日来抽了诶，也个人物吼。对客家嘅算太人物了吼，伊纪录片导演庞金岩导演，欢迎导演。大家好啊，伊用然后爱叫无见哦。嘿，俺哋自己过去无见哦。啊，俺第一摆见到导演吼，当然如果客家天师成立某一久，如果有机会访问到，因为对客家嘅韩国文史工作者，一定对你会非常了解。唔过啊，俺哋咧了解如係唔做過多事情，唔過對唔嘅故事其實唔係過了解。哎呀，係啊，因為你講地講呀，也個導演組會安尼，哇呀，新演做安尼唔賺錢嘅條路啊，嗬，會佢再投俾你啦，然後會安尼啊。咱咪講第一條啦，啱啱啊。係，因為講嗬，啊，會過有心，那會安尼一路嚟做。同樣嘅事情，其實所以講熱心吼係興趣啦，所以講我對讓相吼有興趣啦，呢係最主要嘅啦。啊，今日都拄好利用下機會來了解，拖延應用咧，入到一行，我開始有興趣嘅。啊，人哋同樣用拖延帶來嘅一條小物，來認識，人哋都搶處理，帶俾人哋第一項拖延帶來嘅，而感覺對於有重要意義嘅東西係乜嘅？有亮誒！哦，依個都係更加應該旅遊誒，我把牌子做下啊，硬碟，用天腦硬碟有一個硬碟，這個是容量很大嗎？4個 T。哦，4T 嘅，它是使用到嗰度影相嘅嘢，一定都會非常大嘅容量。那我一個愛上嗰度硬碟係乜嘅？又係乜嘅？又係石頭貝塔片啊，專業啊，哇，好多線性啊。哇，都以前嘅台嘅帶嘅，錄像帶啊，錄像帶，然後它的磁頭是長這樣，要上一般呢？哈？要上一般，它就兩隻夾起來，結合起來。我冇印象磁頭按太長，啊，也個都係特別唔嘅也兩個時期係咪？一個人哋講線性，一個係非線，數位，吼啊，一個對唔嘅轉彎，係咪唔嘅？痛苦的時期係咪？我行嘅石頭嘅很多線性嘛，嗰係我做以前啊，剛開始上油嘛，吼，一出都差唔多，你是誰嘅哈？2003年哈，我是做客家嘅讓相訓練班嘅班導師嘛，吼，今年做客家天師台成立嘛，都台師，我做到名師上課嘛，吼，記得哈，嗰當時教嘅哈，學生咧注重很多飛線咧，其實嗰種嘅飛線有很多地位哈，如果唔係正經咧，從啲下嘅完全天路嘅嘢，嗰當時佢嘅地位哈，係咧全部轉到嘅天路比較多，就係破嘅時節係線性。剪的時間係飛線，全部都講全部都講你哈，已經進入飛線時代啦。其實忙嘅，很多未飛線前飛線時期前剛下2003年陸讀到安尼，已經開始天天的轉彎的時期。所以講起嚟一個年代啊，對我來講哈，因為我喺算於喺台灣體育片哈概念之後哈。體育片哈，就很多1998年哈，1997年概念嘛哈，1987年概念啊，1989年就1988年你客家認同嘛，12月28嘛，1988哈，到1989哈，我就開始哈，做了客家節目哈，嗰當時就涵蓋很多線性。就錄像帶啊，韓國叫嘛，所以一直行到你嘅2003年其實開始慢慢的很多嘅老天路結合嘅飛線啊出現嚟啦，所以說一種嘅技術觀念等等老外以做按多年做嘅東西完全冇碰撞，因為嗰東西技術變夠便宜。
唔過炒作嘅方式頭擺藝術見拗，見下個唔咁多啲下表演藝術伊可能就馬上有商業，其實會賺到本事啲下樣嘅時代所以藝拄好講起有福氣嚟創啦啲轉片嘅時代幫藝拄到藝頭前。真珍貴嘅線性嚟那可能就講那個資歷非常完整，記錄真多線性嘅東西。因為嗰隻時代訪問嗰年喺呢隻時代我冇去訪問咧。其他日事因為呢隻時代他講80人歲、90人歲很多耆老你可以想象30-40年前我訪問咧80人歲、90人歲嘅冇相同嘅社會所以呢下藝就變到講藝親像嗰種嘅執念啦然後或者嗰條老人家先係講故事嗰條老人家是全部日本人的日本時代出生嘛所以佢接觸嘅教育嘅概念還有成分係讀到時代嘅冇強壯嘅所以呢呢隻冇強壯嘅時代我全部同我爸爸講過我爸爸頭擺我看還有同佢講嘅東西裡頭我做得接起啦雖然爸爸親做高神不過佢講嘅話人媽媽全部講日本話我就偷聽所以日本話意思你跟好似係聽啲佢都講嘛㗎唔講啦所以講佢都會講頭擺嘅認為嘅事情罵啥就樣呢對我嚟講影響非常非常大因為呢種人嘅命我做得連接所以連接到就講以後我採解很多線性嘅東西變到數位嘅世界呢係一隻技術嘅改變我冇法度欠過意呢經驗係嘛嘅，唔感覺欠唔過去。欠唔過去一方面你做線性嘅尤其呢隻年紀電腦對我嚟講係全新嘅東西。個剪接我哋個線性是一節慢慢接過去，所以個線接嘅個乜嘅邏輯完全冇。你要寫到清清楚楚，幾多秒鐘表乜嘅東西我就做個剪。你還唔係到天路嘅時間很多人喺佢寫啲剪接腳本，佢全部冇寫學生嘅冇解寫，全部拿到了解表落去，了解表落去，丟嚟丟去，就變到暗用嘅情況。所以對我嚟講係非常唔習慣，完全冇法度適合。我係就第一個，我存到嘅一條機器我攞唔起，我存到係記得冇出啲真多故事今日來看天意方，當然今日帶來對有重要意義嘅東西，可能係乜嘅？伊可能迄路啲咱們有歷史嘅一個老師嘅翕相機，這個爸爸嘅變我哋今年72嘛嗰隻相機我前嘅錄相片我差唔多我嘅錄相片比較多5歲就有一台卡面我爸爸一家子很用得很用得翕得非常非常好，因為佢嘅玻璃解析度非常高。嗰種唔會行上紀錄片一條路屯有都有，因為我家講就講我爸爸過身過早嘛，我高中嘅時間其實16歲佢就過身嘛，我家冇太年啦，佢當到該厝嘅讀別讀嘅該翕相機我就攞佢帶到學校去，嗰當時到新竹。新竹中學嘅沙團非常嘅活躍，有入上沙，有啲堂我就開始教，都學600有嘅安防，做細相從相佢講哇！嗰種高中都開始好翕相你老朋友嘅見面嘅時全部講細相好高嗰種是高中老太學高中好多全部講高中生都也不可以細相。哇！嗰種嘅興趣都開始你係咪讀大學咪係
引体翕相。我读书，我读书，因为你读文化大學嘅影劇系嘛，結果就冇睇好做戲啊，就。其實我家講嘅影睇落嚟係技術，劇戲劇啲劇講係故事戲劇，我學唔錯，我兩種都學，影去做好高啊，千3萬去讀劇。劇本、劇本，莎士比亞嘅點多，說是人家是不學無術。唔過路行上哪會一條路？是講啦，讓相對於我嘅年紀嚟講啊，嗰陣時民國62年吧，我讀大學嘅時間嗰陣翕相嘅人冇多，一般就學生嘅嗰一台卡梅拉帶人都學到就要攝相嗰行路風神咯，就嗰陣時唔止講，你係技術按叫做會被人淘汰已經唔啲嘅呀，就數學高啦，佢講嘅什麼同學前來我去上網去玩，對啦，然後寫出來本記者，同學你好會拍真有呢啲，家就應該睇學到網易書粉樣啊，唔係我，跟住人呢種係天天咧，就學嘅，上邊搞本記就唔係參與，家係工具人，對，工具有一啲，家人哋等下咧，如果來上拖人來同人哋分享，以行到拍紀錄片一條路，一定係幾多故事，我先查查。讓相其實都大家頭呢，就多個硬碟比較多，呢條東西一般人看唔到，我點到相戲來一本，點到樂聽大眾各分戲來看，嗰種看到嘅東西出嚟頭腦比較多嘅，就像個硬碟比較多嘅東西，你看唔到。先來做個慢人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紀錄片導演，韓國作家彭慶仁導演，個奇妙，因為今天就講嘅作家係我咧，佢聽麼？明明都寫很多本書寫了係寫好第4本啦，係啊，頭前2本係夏偉輝老作家嘅深圳部有請來啦，2本書書係。歸鄉天意拜歸鄉啦，我是講天意嘅啦就轉去讓梅故事館啦老記得熟悉資料嘅時間慢慢的就加講嘅就講千多東西個東西係故事越來越珍貴嘛技術係睇唔到我就都熟悉資料嘅時間在用梅我就一方面搞攝影嘅翕相啦，另外一方面呢，我就留下嘅共同嘅合作嘅朋友嚟熟悉了到故事這最重要嘅熟悉嘅東西可是呢嘅基礎呢，就係嚟留差唔多20年啦，1995年嘛到2013年。差不多18年嘅東西嘅錄嘅很多吳金榮吳金妙先生嘅假嘅錄相片咧很多回首楊美麗兩本書錄去日本，哇佢睇本佢盤，一啲本錄去幾多年咧錄相片，一般就是3張唔過完全冇技術，係就係一種錄相片非常好看，唔過唔啲嗰啲係馬莎，其實都係做馬街。就係第二翻拍，翻拍攞啲出嚟。喺1994年嘅時間發現到咧吳金榮吳金妙尤其吳金妙做阿哥嘅有個相片不得了，佢所有翕相嘅有興趣嘅冇興趣嘅佢出現我翕嘅你像你北共山我翕嘅佢都會留一張所以你真難得太天然就講寫出嚟搞出嚟唔盼得就講自己留一張，因為要本錢係啊佢留差唔多我大概會2萬張咁多所以說1995年嘅時間看到
300人種啦，楊國龍先生啊，吼，講到300人種吼，叫嚇到你啊，就出了一本1995年，先出了一個就自由相片咧，結果出嚟以後吼，就聽講吼，金牛先生啊，胃癌，哦，個承辦就講，不記錄起來，一種啦，吼，俾請佢介紹，就嗰兩時吼，你123種吼。就唱幾分失敗哈，像老人家哈，口述歷史啊，還做口述歷史，一種介紹。所以說呢，喺去拜貴鄉嘅時候，做北公山抗戰嘅時候，個老人家哈，吳金榮先生哈，非常對佢來講，啲老人家哈，而且唔攀得嘅太書嘅俾人倒騰嘛，啊，咁沒有人殺的啊，你個孤立無援嘅時間，來到承辦啦，這年有啊，這過去還有採啲嘅梁國棟先生嘛，個死喺後生年啊，一時間哦，個跳唔了，所以說呢，到高場呢有啲成果嘅時間，就是老嘅梁國棟講，來，我冇介有相片，你吳金榮先生他真好教。佢唔攀得拿嗰度相片啊，拿300人裝，結果梁國龍一看到，哇不得了，嘅相片啊，啊，佢唔係一般翕相館嘅啊，佢喺青島到北公山啦，嘅路頭啦，青島歷史先咧，將日本兵啦，到犧牲啦，結果梁國龍馬上就託個123張冇錢呢，就講隔年你是屬於募款，青島人提供一出書啊，你到後生嘅留喺北公山就播下來所以等於1995年嘅時間1994年第一擺歸鄉一直睇到1995年呢本書出來，為咗楊美麗出來乃書老承辦就推特所以呢本書呢一推之前呢一推上台北來工作嘛那之前呢，就錄到吳金榮先生是介紹了的，呢條東西一邊邊到屋嘅公司嘅錄像帶就邊差唔多28年，所以天一擺貴重就是喺專業人物，喺故事館嘅尋資料嘛，所以我天天解決嚟就留嘅。為咗楊美麗訪問吳金榮先生嘅每一句話、每一隻詩先攞佢做介紹，先攞佢文史化，文史化之後呢乃出先做佢紀錄片，每人都為咗楊美麗做兩集做嘅過程就發現到相片然後捱嘅眼神因為捱係1953年出世嘛等於講戰後嬰兒潮，所以青島有門嘅故就日本時代就講嘛爸爸媽媽佢哋常常會講青島人物嘅表現度一提到係第一張人就連續兩個熟悉資料嘅時間都變得各有方向，個相片經過金榮先生介紹，個你係乜嘢？全部有讀過咧，太知嘅。我做到英文講，呢一張嘢做過乜嘅？呢一張係求工，呢種咪好教幸福以後天就係咩？用咪佢咪好教嘅教招，係求工。所以教嘅意思人嘢，唔同當初一條相片，地部嘅故事，變得唔過去採訪。所以呢邊調查，所以呢邊就如佢哋帶兩本書嘛第一本就用嘅吳金榮先生嘅113張相片後尾我拿到全部嘅數位檔差唔多要2萬張嘅數位檔，我託從3000張比如都慢慢嚟託500張。從偵探。偵探然後老了就全部介紹。差唔多300人裝啦，做清成日來，最後是500人裝。500人裝。真嘅係偵探咧，呢條相片揾出一兩本落去，係咪？一兩本落去，一落去對一條相片當中調查出來嘅。所以一本完全所以金牛老金榮先生一本係牙爸爸為主。爸爸翕相如果我熟悉到用咪學教
讓咪中學嘅。弄有安尼通力啦吼，安尼做1舊啊，做10年。是差唔多。我2013年啊，在於讓咪故事館嘛，嘅第一本書在2013年嘛，啊，2014年出讓咪讓咪2本，2023年出嘅故事館。也係2本，2013、2024出嘅。唔過也啲同嘅調查係做咗10年。啊，即係調查出2013年專題嘛，嗬，專題開始寫嗬。個過程就見記錄，到整理嘅時間係2089年。唔本但如果有耐心嘅人係咪？啊，咁冇條路做啊，是咩吧？哦，就係人哋頭到講到嘅，如係唔睇嘅專文講講，講係冇一破嘅。故所其實唔轉到有時變本但影相轉做文字，其實咩意味啊？咧時代冇共用。就其實老了解同埋數位哈，老解很多特別線性啊，從線性轉到數位哈，藝術從讓相哦轉到文字。其實佢呢個東西哈，佢其實得空下來思考。哦，你看讓相哈，佢係都藝嘅頭腦，就多個硬碟表嘅度。啊，呢個東西一般人看唔到。哦，我點到相戲啦一本啊。變到樂聽大眾哈，各分析來看，啊，嗰種看到嘅東西哈，出嚟頭腦表喺度嘅，啊，就像個硬碟表喺度嘅東西，你看唔到，啊，是經過天諾啦，啊，冇特別嘅啊，冇像天上了，個天上嘅那個帶片啊，135嘅天上嘅，你看得到讓相嘛，啊，到你喺天上看唔到，佢全部都係一隻硬碟放落去，啊，佢全部變數位化嘛，所以大家思考嘅哈，用呢種嘅來分辨哈，應該是清楚脫離啦。所以完全喺頭腦都嘅清做嚟做去嘅哈，哦，嗰種嘅東西哈，係可以慢慢嘅哈清出來，結合嘅硬碟啊，經過埋設計嘅故，哈，慢慢嚟整理。所以你要清花時間，怎麼整理嘅過程啊？你如果去了解啊，呢條東西哈，你要本人啲，本人清楚。所以你就自己就搞清楚，就才可以問你。所以變到是講，冇停啊，呢種嘅學習啦，嗬，因為喺藝術家爭到呢種嘅福氣啦，從最早嘅嗬，然後按錄影家嘅訪問，全部就留下來，所以吳金榮共樣啦。帶片啊、攝像啊，全部留下來。同人哋共樣咧，留喺國外留東西。全部留下來，藝術嘅東西全部留下來。係啊，因為頭都講先前唔能口述歷史嘅吳金榮先生嘅，假使冇好留呢，那有可能留到18年呢。係啊，跟留人帶一堆嗬，半點鐘嗬，1000萬元，嗰樣是30分鐘，啊全部冇洗脫，佢做得詳細嘛。係，因為嗰種人東西會冇錄係一直重用啊啊！後來上到幾陣幾無效嘅，唔都已經寫喺度，唔過唔都係應該咁講啦，係確實啦嚇，開始講嚇，係非常喜歡呢種係讓相嘅東西。有到像嘅錄影家嘅訪問，包括吳金榮嘅訪問嚇，係先講就啲嘛，一寫貼嚇，就出名一幾代嘅價錢，嗰種是1000萬元。係冇寫貼嘅時間嚇，全部留下來嚇，係不得了嘅事情。所以唔加下錄啲哦，唔係，我自己說唔判得寫點點，除了唔見沒有空樣啦，啊，加個玻璃嘅帶片啦，啊，個玻璃片啦。通常人哋當下唔會啲，有個東西很珍貴啊。真係唔會啲。嗰時就會搶唔安尼嘅性格嘅人，嚇，都係我都係唔判得這東西嘅啦，唔參錢啦，唔會離位啦，係，希望就係。當下我感覺，可能冇乜嘅用啊，我都寫起嚟啊，唔能都係唔係好賺錢嘅人，嚇都係。嗰陣時做咩已經收嘅？啲特別啲啲人講嘅，講藝攞承辦啦，承辦嗰陣時聽嘅，有咩要承辦啦？阿老師講啦，咁滿嘅東西嚇，放滿嘅東西係啲啲係非常珍貴嘅，每日本人嚇翕片師嘅時間嚇，下好，哦，你說要講呢啲？嚟成嚟rehearsal所以嚇，做啲，你有嘅就係佢花時間成本咧，冇，我哋唔但長時間成本，真見你嘅嘢成本未係哦。我完全嚇就將佢嚟嚇揾承辦嚇，然後
书凤斋出在鱼讲，实在。哦，佢講嘅故事是越來越深得。哦，像你以前講破天陽啊，給菲律賓嘅，哦，假使演 NG， 我本人媽呢，因為佢攞喺錢呢，啊能佢判定呢，就出世記啊，你講嘅牙尖咧，牙我呢，是，一定牙尖，如果你本人哦，你都講啊，你下都是忘記啊。哦，真嘅啊，我最睇演員哦，做讓相啊，做嚟聊到很多東西啊。然後出版絕對有關係。哦，你兩個命運共同體啊咧。哦，好，咁等一下呢，如係拖延我帶人嚟去到對於有特別意義嘅素材。好，我哋等下個多陣來。天拜跪降吼，係有天拜跪降嘅經驗，所以天拜跪降嘅實現吼，嚟做得提供啊，去做物嘅。哦，這樣開始熟悉資料，然後頭擺去擺訪問咧嚇，然後認為有相關咧，係有嘅乜嘅金廟先生啊，金庸先生嘅錄像片嚇，攝錄。Hello， 大家好，我係彭啟年啊。近邊嚟到我最喜歡嘅人物故事館嗬，推大家嗬嚟看下佢啲書，嗬，你望去到正面咯，等秘密基地，因為我係最早一屆嗬來參與呢隻嘅宿舍嗬，飛特嘅宿舍嗬，重建嘅時間嗬，看到呢度東西啊，一度裝喺相片嗬。這些年從來都在搞，跟樣片咧門一出來哈，鬼村的聲音就都在聊天啊，在說下哦，呢種啊，嗰兩是戲目嘅時間哈，所以講色彩有相度啊，佢在樣板眼神發到呢件事情哈，嗰兩是沒有很多故事館，人物故事館呢籌備處，像這一根，它只要能舊的東西哈，像這個框哈。它能弄回去就弄回去，這個門可能是新的，你看哈，這種建築的特殊啊，它不是屬於台灣的 style， 它是用日本的風格發展出來的，洗石子日本人最喜歡用的，常常那時候就坐在這邊，你看一天的時間哈，按從那多亮哈，這樣子兩根腳這樣子，坐累的有點像小哲學家一樣，在這邊。這樣子坐在這邊，啊，這樣看外面的樹林，這樣子，有過好幾次，真的是很棒哎呀，非常歡喜來到呢，結果你看到人講哈，剛剛是一大塊的全部。你講嘅廢棄嘅天仙啦，你嚟見到很多啦嚇，用個模型管理啦，你做得變那樣非常歡喜。當時還請出來，出現該張相片，該張相片啦，乃清晨來人香，第三樣，我記憶中嘅高漲哈，第三樣，那慈祥中啊，帶着威嚴。哇！一晃20年，10年樹木，100年樹人，這些樹都是校長種的，60、70年、70、80年的。真的像一個人，在校長栽培底下留下來了，繼續為這個社會能夠這些貢獻，真的是很棒。在心靈成長上，我真的是，被感染了啦，所以改變了我一輩子。誰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坐了嘅係彭啟年導演，好多導演帶大家去到用物故事園區，如果唔同幾片真景觀很非常深嘅吼。
唔睇用唔睇嘅，用唔出聲，用唔睇都嘅用唔仲好做嘢。所以嗰隻故事人其實係高中嘅熟沙。大部分人拍就係土村野白，去到那邊是條路嘅。就同故鄉連接唔會安全，結果係引來引存咧吼。所講你工作嘅性質吼，因為我嘅工作吼，所講早期嘅工作係去尋歷史。到後面吼，錢都差唔多咧，我就去拜歸鄉嘛，結果嗰拜歸鄉冇法度上進，咩講咩，係出來很多事情要做，就轉來台北做公共電視嘛，然後呢，一出到2013年嘅高中嘅宿舍想要規劃到故事館啦，就請人聽書嘛，嘅文化局就打電話幫我，就講既然頭擺你做很多咁樣嘅鄉土嘅東西做得聽冇所以你講你其實係就福氣啦，有人點嚟做咧？佢出接就自聽嚟，邀請嚟轉到人外，我咩冇可能就講要天拜歸鄉，天拜歸鄉係要天拜歸鄉嘅經驗，所以天拜歸鄉嘅時節嚟做得提供嚟做乜嘅，這樣開始熟悉資料，然後頭擺去來訪問咧然後認為有相關咧，還有嘅乜嘅金廟先生金庸先生嘅錄像片攝讀，其他嘅113組書嗰本書點點啦，其他就再過來潛出來，要潛出來之後，我就講咩從這位我就開始訪問，一件事情一張人物可以搞清楚。你個過程其實係對我自己嚟講，係一隻立體嘅人物嘅歷史。係啊，呢種立體嘅感覺就講，你會看到先集權了，你集權到你會見到人係點咩，係熟悉咩所以變到咗本幾按，你幾件事情就攞嚟下去，然後一步一步行下去，感覺就講老嘅歷史佢就要親情嘅連接，因為我媽媽你很才佢那邊滿青島嗰陣時你喺葉偉參嚟96歲嗰陣時係82歲我就從到就看唔到家人老英文還有你到老人家像你羅振中嘅90歲嚟嗰陣時就從到中年移民所以到啦像牙橋尾92歲就全部都係我訪問嘅對象，佢記得出老以前嘅東西做一下連接，所以我寫到非常快樂噶啦，就講回首楊梅麗，轉到從前有家金苗寫生館嘛，呢種嘅轉化嘅過程，其實係藝術家思想想法先平面咧，人講把它變到立體，非常立體。嗰種係需要你自家去接觸，自家去做，這樣就有感覺。所以我嗰本書變到是講有3重視野的。我老師周良凱老師佢讓我寫序嘅時間，用的係一種創新的一個寫法，有3種視野。所以呢本書做得到全國好書我想周良凱老師加個天威讓我天威非常重要。還有呢，就講呢個過程我要強調同時進行嘅人為，除了相片之外嘅故。哇！都繼續演嘅用梅嘅故事。係啊！我哋好多節目睇嗰陣時節，要拿到討厭爸爸嘅翕相機已經感覺過珍貴嘅。哇！冇想到，入邊係有一個韓國有歷史嘅，有一堆人會拿到爸爸高中討厭農教家下嘅日記呢。係討厭嘅爸爸呢？唔講，唔多都講爸爸係56歲
过世。对，刚也个黑马个时间发现嘞。其实是过年前啦。哦，用嚟潛到嘅咯。我老太都木卡吼，有真理嘅規則嘅按到碳屎啊。哦，碳屎。咁唔記咗馬會標到街吼，簽到同事吼，錄相片裏頭吼，全部都用埋。我一唔記咗買兩本吼，會標到一隻推嘅，哦，我2年3年上簽到。哇！爸爸媽媽咩過會留東西哦，吼。冇係，唔想買呢，因為爸爸按做高薪，佢冇法度插物嘅。即係標到嘅可能冇人去注意到。冇人注意到，相片我要注意啦，全部留到讓位啦。所以我講我5歲嘅情況吼，我記得我全部處理好變數位啦。我就冇想到就講，可能我爸爸自己有日詩吼，2本書吼，要上天詩，2億字。哎呀，佢已經係也中國寫中文詩誒。啊？已經係中文字嘅吼。佢都係幸福吼，35年呢幸福嘛吼，台灣光復啊吼，佢哋係37年寫啊。哦。佢已經學2年咧嘅國詩、漢詩啊。咁有去讀爸爸寫嘅嘛？嘅。有，睇咗有看，我會慢慢嚟研究啦。嗰種地背爸爸寫嘅係變咗寫書嘅史料，對照嘅史料。有隻青蔥咗啊！哦，所以佢有寫到吼，民國37年嘅時間吼，佢絕對有寫佢學校吼，神槍嘅緩真，哦，係講係冇咗以前嘅東西吼，嘅吳金廟嘅攝嘅吼，軍事返鄉啊，嘅用嚟嘅軍事返鄉服務啊，係嗰本書有嘛吼，就先闖入門啊，做埋嘅39年出有人吼軍事返鄉。陳百門嘅吳金榮，你台灣40年上可以是真品咩？嘅吳金榮講係咩唔啲？呢隻唔啲嗬，結果慢慢咧嗬就轉移咗嘛，簽到我爸爸嘅同事做陸正章傅培榮先生叫一啲，咁樣我爸爸比我爸爸只給他錢來很財，就跟相片比喻度啊。你要變偵探咧？就變偵探，就簽到嗰陣人訪問啊，所以幾隻句嚇，將人唔過差一節咧，該接嘅該點冇非常準，用掉就年嘅時間啦。都我爸爸嘅日記比喻度簽到喺民國37年7月份。7月以暑假的時間去學校神槍緩真，該做所謂的軍事教導團，沒真實的整兵因為軍事教導團所以孫立人也成立了很多台灣新軍，結果訓練1年過8年出本將結殺香港較多，所以是39年2年出退伍，37年爸爸神槍嘛，就托理事講38年出提出愛去做兵，所以39年嘅時間2年出被較多，就變到2年出我退伍咁樣，所以呢連接台灣一集非常大嘅歷史。嗱，你今日看到嘅東西都係頭前留嘅嘛嘅，冇留嘅眼人都唔知嘅。錯，做安嘅事情咧，都非常重要嚇。所以我講係非常有福氣啦。做得基本嘅講係嗰度福氣咧。雖然一開始我講我都失業嘅，嗬，非先我都失業，唔過冇係係會因唔知講唔有乜嘅珍貴嘅東西，唔去發揮。你自己能做的事情，所以慢慢會感受到你有福氣嘅人喺呢度。你福氣係哪來嘅呢？其實我們上次講，以前安嘅啦，安然就安福啦。我覺得你要講很厲害的結論了。我哋留到第4團，我哋最後一團還會是拖延感覺對於有充有意義嘅料理，等下錄底係乜嘅嘢？其實是去客家日求三餐夜求一蔬就攞糍粑，客家人用種球大嘅糍粑，用糯米整來然後呢大多變糍粑得獎。
谁来做客慢人来了，今日来做了的是庞基啊，讨厌，也做嚟講係作假哦，吼，因為後來伊重心有是把轉到文字，唔過唔嘅文字係喺用係紀錄片，吼，紀錄片文字化嘅感覺，係我花時間用研究呢，吼。係啦，也是個過神奇嘛，啊，將會花時間去講啦。啊，也嘅寄託呢，我哋愛來說，我哋呢來邊。帶來對於有重要意義嘅事物，好，我唱處理夢本眼，看他生係乜嘅，係按古時嘅東西，哈，你純係做嘅事情咁樣咧，一天也是個度各種各體嘅東西，哈，啊，那麼唔感覺個有代表性、有意義嘅係詞吧？兩種演員吼，其實是吼。去客家吼，日求三餐，夜求一蔬吼，那就攞糍粑，客家人用種球啊，大嘅糍粑，用糯米吼整來吼，然後呢吼，biang 啊，大多變糍粑吼，得獎，家己其實鋪哦，該嘛該共享電視啊，該攏是很多廣電基金啊吼，該攏是屬得獎，該只得獎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像大糍粑哈，佢係一隻非常精彩嘅動作，行人喺中球嘅糍粑，兩錘哦，每單錘哦，biang，個變糍粑哈，我就親手講，個這樣嘅數字，對啊，個聽一點吼，係我從細嘅時節吼，我感覺吼，過年過節吼，啊。不卡都全部係大糍粑，你大糍粑是唔係用錘嘅，唔點用打磨。啱啲，其實我係南部模式。南部模式哦，嗰啲就講係純種嘅經驗嗬，做啲結合哦。你大糍粑唔係用種嘅，就係糯米哦磨好嚟，仲比早種冇，仲比早嘅時間嗬，種早以後嗬，我媽媽除非。拿幾克嘅糯米哈，放到水度度去烚佢熟，烚熟之後呢哈，我就開始做得參與咧。該磨好啊哈，你講該磨好啊，該種早啊，該拌啦，上嘅拌就放到該磨爛啦哈，放到去以後，然後切，切不幾哈，有延展性。切到有延展性啦，一塊按太大哈，按粉哈。就放到大鑊去煮，煮到幾隻破起來，嚇掉起來以後嚇，就流起來，哦，我媽媽就講：個白頭拿來，個白頭啊，哦，就流起來就放到白頭去，就一堆一堆嘛，個糍粑呢都叫啊，個雷棍拿來啊就叫，嚇，個就是嗰種嘅感覺嚇，就講唔做得參與嚇，哦，個聽聲無力啊，都實在。來，我老太嚟啦，來，個白頭孵好啦，孵咧然後係見教，我係變老大。其他東西路是唔得嘛，因為講我錄到啊，就啲行我記憶力哦，啊非常嘅強烈，哦，這個呢一種嘅東西我做得參與，我睇咧，哦，比如說講我。不可能，我媽媽聲音係做得天數一樣哦，因為呢種嘅東西，有真難得，每個人你係怎冇呢？哦，因為做過年過節嘅時候，有乜嘅特別嘅情況哦，你真有可能去證明講你睇咧，聲音睇。而家嘅老師當中嘅印象一度細啊，佢做嘅時間一度細。差唔多係國民學。教嗬，5年生、6年生，差唔多10歲、12歲，差。而家可能冇啲，因為個糍粑嗬，見教嗬，本來一堆一堆嗬分開，你成日慢慢嚟嗬，見煮嗬，然後慢慢嚟教到幾隻嗬，翹唔起來，一翹起來是幾條長，然後斷糍粑。都見影相落係安全咧嗬。對，個斷糍粑。家下會感覺也本單聽人做嘅事情，捱獨當一面咧。其實有一種很多成就感嘛，我睇你一樣啦。所以一講對物嘅嗬，
记忆哈，非常深哈。一方面让爱做上相有关系，爱讲其实是吧，这种中起白啊，个中起白嘅歌唱哈，我自家都讲到就得奖，哦，介到时候都金带奖嘛哈，我得奖以后我个节目啊，客家嘅节目做舞团啦，哦，佢哋出對我有信心，佢哋出嘅公家啦，你對呀個師傅的印象？沒對色塊事呢，哈？沒，其實色哈，都幾哈，都是搖哈，乜嘢都好色。哦，但係呢，個歌唱哈，你要參與嘅歌唱哈，真係最重要嘅。嗰種係咩？唔會少色。係。我剛我講，唔係對總詞吧，做詞吧嘅印象。是。過程，不錯。唔會感覺也嘅意義對唔會冇共樣。咁你有好食糍粑啊？糍粑好食就好食啦。他蒙也唔好食到，喺假如好食嘅。我是用客家人的那個。沒，我去爬山嘅時節哈，我有個同學沈鳳然哈，佢喺中央研究所嘅太學者，佢特別爬山哈，佢都會帶一包糍粑，然後包嘅嘅乜嘅蛋頭粉，叫花生粉咯。哎呦，嘅學路同學啊，佢係嚇，佢都拿啦嚇，說糍粑說愛用剪啦，嚇愛用剪哦，結果嘿，走開，你嚇緊，按你拿一路第一行嘢，哦，他家嘅出到個氣咩啊，個神氣啊樣，係因為要去個同事安尼，哦，佢說對我來講係係好食的，一種客家伴侶咪係幾好味。其實我唔會先唔好啦嚇，我冇貼喺講好食乃項伴侶啦，不過講起來哦，個扮演啦，呢個最好嘅啦。哦，扮演啦，跟你客家人嘅做法吧嚇，最主要嘅配料嚇，夠香啊，哦，嘅扮演那種啊，嘅所有伴侶最好食咧嚇，天意香哦，係喺如果煮籠飯啊，菜包啊，啊，你做酸你都好食嚟啦，你客家人嘅扮難多啊。係，今日貴港車拖延分享按精彩嘅故事，多謝。我已經冇想到嘅事。好食咯。係啊，好食呢。如果個人唔怕辣喎。唔怕啦。唔係佢今晚用嘅係先嚟。唔會啦，係當係先。哎呦媽我唔想買嘛。底下有大。冇問題，你趕快趁現在大，然後等下溶血跟它一樣大就好。意裡面有嗎？意底下有個大的神采奕奕的，那個意就底下大，這樣子，這樣也是可以，可以了哈，可以，糟糕了，我現在化療以後哈，很多東西會偏這樣，標靶跟化療都有。